来看美国大学校园针对以下冲突的抗议是愈加愈严重。伫密西根大学有警察举光脚踏车来阻挡抗议的学生。若伫咧维吉尼亚大学有警察直接甲学生的报名硬拆掉，强制赶人。根据美国媒体分析，即届学生的示威可能会害拜登无法度拼连任。甲自行车行悬，美国远景用自行车挡伫抗议学生头前，甲学生向外靠塞。以下冲突的停火协议也无结论。美国大学学校针对以下冲突的抗议行动，全世界拢是。美国当地周三暗时，密西根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外口，因为抗议学生组织，和南名远景用自行车驱赶人群，佮拘留一名抗议人士。测试迄一天，维吉尼亚学校内底的草地，因为和数十名学生大爆棚占掉的，和警方跳入爆棚驱赶，佮逮捕真侪名抗议人士。根据美联社报道，这届由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拖美国学校示威抗议潮，为4月中旬以来，已经有超过2000人被逮捕，佮豆豆拖去其他国家的大学。华尔街日报报道，美国甲以色列政府的联名，伫美国社会内底本来就充满争议。暂时在着学校内底示威潮甲大爆棚抗议了后，又搁出现警察进入学校镇压，和社会的冲突愈来愈大。报道分析，美国会伫11月办总统大选，暂时民调显示，拜登伫30岁以下选民的支持率只剩5成，比4当前的61%搁较低。而少年选票是拜登伫2020大选内底胜选的关键。但是，这场学校示威潮继续拖，有可能严重打击民主党内的团结甲执政能力。而失去少年人支持的拜登，一定会影响伊的连任选情。公司新闻台是唐炳玉。